让老茶发通书记来看你，不仅讲过这个，所以不归行动，我就赶快他去了。哦，相公，刚才崔夫人接你请来过他意，刻好了一张药方，我已经叫司礼务长说要去了，早日起来去下，病就会好的。药不缺也罢，我的病岂是药能吃得好的呀？相公。有雨雨在那，高中人气在今宵。有病必须要用牙医，去了牙病一定是为牙好。心中里外年纪小，我的病你不明了，早日见了疾病症，一早上别呀一让他去了，只老的一夜我病在地下，洗了文服也能够，后来我忘记一片心，要在一边他的一米要相公，相公就在到今啊，所以我心中上来风，相公啊，你葡萄子多高兴，到如今还在一病治了，这地方你就不能久留他离开，一米白只好哭泣死心烦恼。常常是心无奈了，病相思一样无药，快起来给你来到万千女不来呀相公，相公啊，你不能将我惊动相公，我也会放离所家人心相公，你好好的在一位吧，我去接药来接你去。奉了夫人令，快往张生病。夫人啊夫人，你不知道张生病重，打死他这样子的那一场气，他不送了他的性命。小姐爷的人一定认同，如今却又叫我送什么好药方来？去了他，这可来得他很要病重了。张先生，张先生，小姐，哎，我来从娘的呀。哎，不叫声娘的，我那一时年路的人，少不得你要做一个真人啊。为民生。自个不对那
你反复见无人，哦言哦语你在，还得我从自己的天心海，一定若面当今在你心里人不是还一生风和雨摇呀也难引人不太去了人看的人却是凭心意事情错了啊！先生不要多想了。事情夫人命我前来裁定，他已三顾马了，下的什么药？既然不可也罢，呀，不去也罢。这里另有一张怎么好药方？是小妹命我来送与先生的。在哪里？在这里。真是小姐的事情。这是几岁我家小姐送来好药方，大日成事心与红颜啊，小姐的品性一无法。你又来了，不要又猜出了事情。这种事情说不出，弟弟辛苦家庭好，别是我女儿也理财出，虽是那女手这个一人上。王娘总是难相信，先生啊，你将此举在我家。才知道现在这小弟亲呀，好心呀家，红娘的呀，你最顾心，现在是这对现在一个人。小弟妹夫走起来，总比无奈爹娘，他有爱的心，他有心，即便是老母也红娘，家是爹亲和家义，小弟不分好呀好。小弟对我女儿有心，但是他的人也不肯讲，现在在院中打劫啦，我俩是为你在一方，今天小弟领着你，小弟他起来不在为身上，故而叫你送子来为我打工夫思想，我心里心难讲，看得小弟到谁家，我知道是你的义务我差不了，今日万里送远生。话虽如此，但是我从不该想。哎呀，红娘子呀，今日之事你不可以现在想起呀。我真不相信小弟今夜回来。红娘子，小生有话对你说，小弟来与不来，你不用管。总之以前，望你为小生用心。夫人不用心来，只要小弟肯来，哪怕夫人许关得紧，好啊，我总能使你子女。不过先生，我也有话要说与你，总之以前，你自己要用心，小弟他来与不来，无度不过。呀，你是在千里人子
以为心没下。原来是凤龙作声香啊！那边有一个东西，因为你是要人来。原来是月意花影中啊！一个月去长大，一句情愿心不来，早知道母女如家银行来，早不知道叔叔将来，二代就是将身去。真爱他是开让心来，一定没动心他叫我男人他来不理他的过来自家人打开，小弟呀小弟，为将是一天过日，这几天是为什么？为了你我临发心上来，是人生留的银人，你拿我的我一场来，我并不在记在心内，不带你一段心放弃我压起你我一个错生的人，心若在深深一片我咱下去不要去想他吧。表弟你我不有理